后师先走。走。真神之力，你居然能驾驭白绝的真神之力！再不走，我就削了你的神脉，让你再也猖狂不得。青木，青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既然救回了景阳，也赶紧回天宫复命，解除和景昭的婚约。夫人，我不会拿景阳做筹码，婚约之事，我再另想法子。说吧，你有什么法子？